同款嘛是咧立法院继续进一步来关心立法院委员会昨昏日咧联席审查进行纾困预算案。经济部部长沈荣津伊讲，规台湾拢总35万经营者拢会当用，一个人花差不多600到800，有电子抵用券嘛有纸。即个现场拢总200多人入来到遮关心。国民党立法员林德福伫咧质询的时，特别要求调委都要清场，因为一寡国会联络人安尼就爱去8楼会议室来看电视转播，安尼才袂去烧话。600亿纾困的特别预算送入去立法院审查，经济部、财政部、劳动部长这些人拢在场，卫福部长陈时中嘛伫咧最后来到会场，互媒体微调咧。只是这个场面看在立委的眼内，感觉会惊。要是有人中标的话，这些全部都中标，是不是可以筛选一部分？不要让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人坐家都爱先清场，部会幕僚拢互请出去。防疫的非常时期，就惊会发生族群的感染。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嘛提出建议，立法院的委员们要这段时间防疫期间收起大家的脾气多用嘴巴，少用脚医师公防也是爱减少身体接触，防疫大家上关心的恐惊也是纾困振兴特别预算。其中经济部20亿的振兴抵用券到底是要安怎用？结合我们国民旅游的制式，全国适用对象，我们就是以受冲击的这些服务型的产业，每一个人领600至800块，适用全台湾35万的业者，采取电子甲纸公家用的方式，执行的时间会等到疫情较好的时阵。希望疫情缓和了以后，大概是半年到1年之间。立法院开会重头戏就是审查纾困特别预算案，联席委员会顶悬排队是排甲满出来，总共95名立委轮流咧质询，但时间有限，大部分的委员后一摆都爱较早来咧。记者综合报道。